盤點塑料粵語歌第23期。嗱，講個好消息俾大家聽先，我哋今期盤點塑料粵語歌咧，喺今年已經嚟到咗第6期啦。我睇翻舊年咧，即係25年啦，我哋先做咗5期嘅咋，24年就仲少，先做咗4期。嗱，所以咧，我有聽大家講多啲更新噶，就好似我成日同大家報告，仲剩低幾多個投稿啊，仲有幾百個投稿咁樣，跟住咧就會好多觀眾大佬話，咁你唔更新多啲，成日話咁多投稿，你係咪蛇王喺度吞泡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今年係比較高產噶，全靠各位觀眾大佬俾料我哋啊，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冇乜料噶咋。Respect 啊，同埋咧，我哋嘅24年最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咧，最快咧喺下個月就可以見到呢一個頒獎典禮啦，大家敬請留意下喎。好啦，唔講咁多有用嘅嘢啦，即刻嚟睇下今期觀眾大佬又投稿咗啲咩正嘅投稿咧。好似第一首講過的永遠醫生，哇！我睇到啲歌詞咧好多口語喎。嗱，通常呢啲歌咧好危險啊，因為咧有好多外省嘅音樂人，佢以為學識咗粵語啊，又或者將粵語轉成口語咁樣唱出嚟咧，會比較地道。但係其實咧粵語歌咧好少會有呢啲好多口語嘅歌，可能以前嗰個年代係多，許冠傑啊、林子祥嗰個年代會多啲。如果話近年嚟有一首歌口語比較多同埋比較出名嘅話咧，可能就係勁浪漫超溫馨噶啦。喂，復古風。嗱，我有個問題，喺我印象中啦，嗰啲好浪漫，甚至係好浪漫嘅復古歌入面咧，你唱口語嘅話，可能會有啲怪。嗱，聽佢有 saxophone 嘅話咧，就好似劉德華嗰首《你是我的女人》。咁如果將佢轉成口語嘅話咧，在我心中你係我條女咁樣嘅話咧，就有啲核突啦。一般口語化嘅粵語歌咧係輕快為主嘅。錫晒你，你乖乖地，我實行錫晒你。如果你浪漫嘅話咧，就真係核突啊！舊唱機轉到起殺聲，你嗰張舊相褪色得好安靜，當初嗰句講到要等一生，原來等到最後只得返回聲。唔係，我喺度聽緊佢係唔係 AI 嚟？講過的永遠散喺昨日戲院門口，聽落有啲似 AI， 我哋聽聽佢其他歌係唔係咁嘅音色就知佢就可以配 AI 嚟嘅，佢個封面都係 AI 嚟嘅喂。當風箏斷了線，和你曾許下的誓言。嗱，呢把聲又似王力宏，啱啱嗰把聲咧又似。你說你想要逃，有沒有覺得像等你等到我心痛？少少啦，少少。嗱，OK 都係老規矩啦。AI 歌咧，我哋就唔評分啦，因為冇必要。甚至嗰啲詞，我懷疑都係 AI 寫嘅。咩？你笑到眼眉彎嗰支。嗱，有好多外省嘅觀眾大佬可能唔理解 AI 嘅粵語歌又怎麼樣呢 ？AI 粵語歌就不行呢，就不是粵語歌啦嗎？嗱，係因為咧佢 AI 粵語歌佢唔協音啊。我哋前幾期有盤點到一啲 AI 粵語歌技術咧係越嚟越成熟嘅，但係咧如果你冇真人去調教過咧，都仲係唔協音嘅。嗱，同埋咧相對 AI 塑料粵語歌嚟講咧，我寧願聽真人寫出嚟嘅塑料粵語歌，起碼你有抌本落去啊，揾人寫，而唔係好似 AI 咁樣有部電腦咁啊搞掂啦。一個人啊，一個人啦，咩一個人啦，你我兩個，乜嘢一個人啊？嗱，咁知，但係可能會有觀眾大佬話：喂，腎仔 ，AI 粵語歌都係粵語歌啊，點解你就咁就不予置評噶啦？即係考慮到可能有人係靠製作 AI 粵語歌嚟學習粵語又好，或者靠佢嚟研究粵語歌都好啦，可能對於某啲人嚟講係有少少參考價值嘅。嗱，咁我唔知啦，我覺得就冇必要啦。咁我覺得咧，應該俾大家嚟評論一下 AI 塑料粵語歌應唔應該繼續點評呢？又或者我哋年度塑料粵語歌排行榜應唔應該加入 AI 塑料粵語歌呢？有必要嘅發一，冇必要嘅發二啊！嗱，全程交俾大家話事。下首歌，哇咁長嘅，我的房間裏只有貓卻沒有戀情。咩啊？個歌手叫老母啊，係咪叫老母？哇嚇，又一腳踢喎，唔會又係 AI 係嘛？嗱，大家又可以注意辨別一下，作詞、作曲、編曲都係同一個人嘅話咧，好有可能係 AI 啊。還好啊，其實。
即係又係嗰啲主歌係普通話，副歌係粵語嘅。唔係喎，佢未到副歌已經轉粵語啊！發生咩事？突然有啲措手不及啊！像某種流亡的愛情，亦還是你講我，但我一轉身天氣周變，你想徹底忘記。若然你感受到我內疚，可否將我帶走？呢首歌又會唔會係 AI 咧？哇！佢呢個即係令我諗起咗一個表情包啊！我冇辦法喺接落嚟70%嘅人生入邊都喺度問係唔係 AI 嚟㗎？唔止歌啊，仲有其他視頻啊或者圖片，真係好煩啊！嗱，我聽咗老母幾首歌咧，佢啲音色都幾統一下嘅。嗱，佢睇落好似係真人嚟嘅，同埋佢呢個簡介呢度寫住佢仲有演出喎。嗱，應該唔係 AI 嚟㗎。真係好煩啊！要成日辨別佢係咪 AI？ 若然你感受到我內疚，可否將我帶走？我次次聽呢個可否將我帶走，我成日聽成可否將我帶走，好似前幾期嗰個未夠成熟的我，係咯，你唔協音咧就會造成一個咁樣嘅誤會啊。從此之後，我還是很怕醜，無人好似我。嗱，喺度希神仔，我稍微講一啲比較我主觀嘅嘢啊。其實我係好中意呢啲 emo 類型嘅歌噶。是誰一再亂？咁所以咧，我成首聽落嚟，我反而可以接受到喎。之但係咧，由於呢首歌唔協音，所以咧係好可惜啦。從此之後，我還是很怕醜。從此之後，我還是很怕醜。你改成咁好聽好多，有協音咧。無人好似我，沒人好似我，咁樣咪協音咯嚇。你呢個有得救嘅其實，同埋呢首歌俾我嘅感覺都幾新鮮下。因為粵語歌入邊好少有 auto tune 嘅，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？係好少啊，一連10首都唔知有冇，兩隻手數得過嚟。我的房間只有曱甴沒有戀情。我睇咗下評論先留意到佢呢一句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係喺度 Q 緊嗰首咩啊？死咗喺法國都仲要煩鳩住前度嘅嗰首歌啊。OK， 打分環節，咁唔知呢一首老母嘅《我的房間裏只有曱甴沒有戀情》，大家俾幾多分呢？我俾6分，因為咧好似我啱啱講到，我中意佢嘅編曲同埋作曲啦，同埋 emo 類型嘅歌啦。咁之但係咧，佢嘅塑料程度都幾高下嘅。雖然佢唱咗好多普通話，將個塑料程度稀釋咗啦，咁之但係咧，我相信呢一首年底我哋上榜嘅話咧，佢都係排得極其啲塑料嗰一類嘅。嗱，咁同埋咧，各位中國大陸嘅歌手咧，如果你係想寫粵語歌咧，如果你唔係好出名嘅咧，我覺得應該要喺個簡介度加翻唔係 AI 呢幾個關鍵詞啊。因為對於我嚟講咧，我本人係極其抗拒 AI 嘅粵語歌噶，因為唔協音啊嘛。嗱，咁如果你係真人寫咗一首唔協音嘅歌咧，俾人哋打上咗 AI 咁樣一個標籤咧，咁嘅話你嘅努力就白費噶啦。下一首韓佳陳少波啊，陳少波老熟人啊。嗱，如果你係出名嘅歌手咧，就唔使加上不是 AI 咁樣嘅標識啊。哇，陳少波佢上一首係咩啊？我想相信慢慢往地嚟。愛已消逝在這個冰冷的夜，霓虹燈映照你陌生雜亂之路人，我們越行越遠，兩心從此無法再靠近，幸福路口只剩路盼再見。喂，我發覺咧，次次阿陳少波。佢嘅風格啊，佢嗰啲段落啊，次次都係唔貼個編曲嘅，佢個鼓點咧係一下一下咁樣走嘅，係好有節奏嘅。咁咧陳少波就係咁樣嘅。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在懸崖上的愛，誰會願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係啊，佢係咁，呢啲係咪叫做 offbeat 啊？即係佢應該係接住嗰段咧，佢偏偏係 lay back 啊，定係點樣咧？佢專登延遲或者提早啲嘅喎。難道心動開始
早已注定種下了離分。我們的故事已被歲月封塵，在離別的街角獨自沉默凄聲，任寒風爭取，吹不盡我愁悶。是否離開終局，始終都係逃不過沉淪。同埋咧，佢雖然係錯拍啊，錯開咗啲拍子啊，但係佢後面又可以唱得翻嚟喎。同埋咧，佢寫詞嗰陣咧，佢唔係寫完之後錯拍，佢喺寫嗰陣咧就專門係錯拍咁樣嚟寫噶，犀利啊！我做唔到，我真係做唔到。這份愛已被絕望埋葬。喂，佢呢句好型啊喂！令我感覺咧，佢好似係有啲料到，話唔定佢係真係識寫歌啊！但係專登啊寫到成劈屎咁。這份愛已被絕望埋葬。嗱，我哋呢個系列嘅節目咧係尊重歌手嘅，我哋會喺一首有啲奇奇怪怪嘅歌入邊咧，發現佢嘅閃光點㗎，就唔係為咗懟佢而懟佢㗎。難道從冬開始就已紀念種下了離分？OK， 打分環節，唔知啊陳少波嘅呢一首《行街》嗱，唔知係行街定係行街啦，因為咧我聽到佢係讀成行街嘅。如空洞的行街，落寞孤單流轉。嗱，我唔係笑咗人哋口音啊，你唔俾人哋有可能呢首歌叫做行街㗎？唔知各位俾幾多分呢？我俾0分。做咗咁多期塑料粵語歌咧，我第一次俾0分啊！其實我覺得呢一首歌可以掉落去抽象粵語歌個系列入面嘅喎嚇。我印象中咧喺25年嘅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入邊，其中一個榜係咩啊？最難聽嘅塑料粵語歌入邊有陳少波份㗎。咁如無意外嘅話，今年都有你份㗎啦。恭喜你成為我哋塑料粵語歌嘅常客。咁如果咧再睇翻你其他歌嘅話咧，相信下次都仲有你嘅嚇。哇！你寫咗咁多歌啊，咁其實咧我可以開一個系列，就係喺陳少波咁多歌入面揾一首係真係好聽嘅，符合大眾審美嘅歌。大家有冇咁嘅興趣咧？中意嘅話發一嗱，我希神仔聽晒佢咁多歌。喺咁多歌入邊做一個排行，挖掘一下呢一位都幾用心，起碼佢自己寫啊，起碼唔係 AI 噶，係咪先？等大家真係發現到佢嘅閃光點，好唔好？好啦，今期盤點塑料粵語歌第23期就講到呢度啦。今期咧都有啲重大收穫啊！估唔到今期最似人咧，竟然係陳少波啊！一首 Auto Tune 嗰首可能大家接受唔到，嗰幾首 AI 咧大家都係接受唔到，所以反而陳少波係最有人味嘅啊！咁嘅話聽落有少少唏噓啊！因為喺我哋呢一個塑料粵語歌系列入面咧，都好難揾到一啲正常嘅歌。未睇過前面22期咧，可以去睇睇先喎。嗱，咁睇完今期嘅觀眾大佬咧，我希神仔都希望各位可以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一下。我係粵語歌警察希神仔，粵味調料，粵味生活更多料。香香水新品，麥如意，真很香鮮，讓我們一起來這裡。啊屌！嗱，黎諾懿嗰啲廣普你冇字幕嘅話，仲勉強